再来关心总统府是表示讲，自本地今日早起，伊要邀请在野党的领袖同齐参加国安简报，会有1点钟的时间讨论。不过总统府嘛强调，因为内容是真机密，所以会议无公开，而且参加的人拢爱签保密协议。不过南北两党的领袖伫昨昏拢已经拒绝啦，讲因无要参加。 总统赖清德邀请在野政党领袖进行国安情势简报，原定18早起关门举行，不过确定破局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先开第一枪，强调无要出席是对总统府作业上乱的警示，不是拒绝对话。用这么草率、冲促、充满了算计、放话、抹黑的安排，我们非常的遗憾。因此，我本人不克出席此次的会议。朝野要对话，要和解。 要和不要斗，关键的钥匙就掌握在赖清德的手上，去化解大罢免，才是朝野对话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。2点半前后，国民党嘛是同款，朱立伦声明化解目前的大罢免，这是朝野对话基础。不过嘛指出，希望南北两党的秘书长持续甲总统府协商。 合作会当达成共识，未来也是当进行朝野对谈。这个沟通过程，哪里北三方好亲像就是伫流程甲内容超袂好。他跟我讲说，都甲总统清晰，总统讲今日复查无规矩改案呢，所以我们是被补电话的对象，然后我们仅止于是被告知。一直到今天下午我得到的回复是9点到9点半的这个公开的部分。 他们还是不接受。那比较遗憾的是说，2度致电给2党的秘书长，潘文安秘书长在致电之后呢，都只有黄健庭秘书长回电，来来回回频繁的沟通。民众党的部分呢，并没有回电话，每一次都是用记者会的方式来进行回复。 面对在野党缺席，总统府紧急开记者会回应，对于是毋是取消会议，总统府的话无讲定，强调会开沟通大门，希望促进朝野对话政党合作，共同面对国家的各项挑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